3啊嗰啲啊，寫逼啲咯佢咯。收波，16號。要追喎！嗱，個冇間到，我又揾到嚟啊！8強嘅冇間到。係5號啊！成日話自己點都輸嗰個。阿聰啊，成日話30號 AVP 嘅賭場。誒，連續2個失誤喎。呢邊30號係客戶場先識佢。唔係頭先個30圍，另外一個30圍。而家深色啊！哦，唔係頭先都有啊。頭先都有30喎。係咩？呢個前睇呢個，籃板你啱邊個？哇！籃板冇你，有啲籃板唔死。多有咯。每一場都少咗啲籃板啦。點會啊？我射啲球員成日10幾20個籃板喎。我強烈建議呢兩隊咧係打個7盤4勝。即係成個系列，成個報咧係淨係打呢兩隊啊！係，但係都有獎杯就買獎牌嘅。等隊友。呢段時間如果打同一隊嘢七盤計劃，啲人會唔會再咧？7盤4勝會唔會再咧？係啦，雙方先話你。點解喺 CD 界未有？唔知2盤3勝未必有啊！係啊。或者邊傳過嚟啊？10號啊？係啊。哇！辛蘇。呢2分好重要啊，因為佢就用咗4-5個 turnover 換翻嚟，個代價好高啊！其實呢2分。寫唔出下2分要用多4-5個 turnover。係啊，用咗4-5個 turnover 換翻嚟。0到射波30。哇！靚級喎呢個深蘇。有啊。係咪爭啲掟？哇！30籃板入。暫時打到而家最佳球員一定係最醒神一定係30號啦。一定係 MVP 嚟嘅。3分冇。second。單啲定係冇間道啲，最尾將18對9。不嬲唔係如果俾 bench 人睇噶嘛，俾出面人睇噶嘛。話俾啲觀眾睇，山頂嗰啲嗰3個，上次得3好重要啊！3個觀眾㗎咋，好高收視啊！又失誤啦，話先都唔少啦呢場，呢一次都6個。30號射啦，係佢啊，10個籃板。俾
呢度嘔咗佳作啊！有知道好靚喎呢球啊，又快又上籃又多又犯規。呢3分對球隊士氣好重要啊！因為曾經俾人拉開到18比9㗎。係啊，而家16分差。而家兩個就3分啫，而家。5秒。你好似放棄咗。個球正少啦，我諗緊頭先佢報嗰個犯規點嘅喎。收到。收到。應該係。知。佢哋先嘅。係。睇出嚟波先。但係入波嘅話就唔同嘅關係。又俾對方。俾9號10號籃板。9號有啲多手啊！ Carry 頭先9號有啲多手啊，犯規啊，或者冇吹啊，白色9號賴咗一下。8號俾得91號，再回翻波俾佢啊，黐埋一嚿。8秒進攻，5秒。偷個波，10號偷波，都係入波起球，10號2分上打過選擇，大公唔想打嗰個選擇打過。我以為佢想拆你屋㗎，拋喺空中嗰啲咧。8秒進攻，14-3。因為上面呢個打到7平4勝，好激烈喎！個攤攞仲未攤攞到出嚟。我要切真打個獎杯同獎金。8號傻 B 入3個，超過呢兩隊唔知啊！喂，30號入18籃板，2分鐘，3號3分入。都唔入3號籃板同埋16。即係男仔嗰個都唔入。係啊，16號。佢唔想攤攞佢哋。佢哋唔想攤攞。佢哋唔想停啊！係。佢哋想走下啫，跑下啫。佢哋想喐動。想喐動下啫。3號9號2分入，18號籃板。好啦。哇你！哇！16號上籃唔中，16號籃板，再打過。9號真係有啲多手喎。少，攰啊，可能攰。你睇下幾攰？真係啊！喘晒氣，真係攰。第3節，幾耐冇入波？好耐，起碼3分鐘，至少8秒進攻，3分。大家都攰啊！創造呢聯賽最長冇入波幾耐應該係？可能係。有可能4分鐘可能有4分鐘。佢哋嗌啊！應該單止係打到4比嘅，都有喎，都唔係咯。冇話6分喺度。都冇6分嘅。冇，唔係輸好多。5分啦。
30秒。一個進攻一個 play 啊！有啲差路空嘅，你側邊都好啊，大佬。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秒。完咗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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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使記。我仲係第3節完。